心靈交響曲，獨特又多元化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哥林多後書12章9節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保羅被主耶穌親自呼召，主的顯現與啟示，讓他醒覺他人生沒有什麼可誇，因為人是那麼的軟弱沒有能力，但他為了主基督的緣故，他樂意忍受自己的軟弱，身上的那根刺，一再提醒他的不足。他沒有什麼要誇口，要高舉是主耶穌基督，要將榮耀歸給神，因為所有的一切皆來自天父上帝。保羅訴說，他為主傳福音，勸勉人要悔改歸信神時，要不斷面對自己身上的刺，使他感到軟弱不敢自誇，雖被凌辱在急難、受逼迫、常困苦中，仍緊緊向神祈求，依靠神，尋求主的幫助，讓他領受是主的恩典夠用，在人的軟弱時，正是彰顯主恩典覆蓋的能力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，一切榮耀歸於天父上帝。要謹記人生一切的恩典皆來自救贖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在我們軟弱時，有着內住在心裏的聖靈保惠師給我們加恩加力，讓我們能夠面對人生的各項挑戰。以上祈求奉主的名禱告，阿們。